月26日，奧林匹克運動場迎嚟咗第55屆培正中學運動會。今年係難得一遇嘅冬季校運會，天氣稍涼，溫暖嘅陽光灑滿會場，為即將開展嘅賽事增添咗滿滿嘅生氣。開幕禮中，旗隊伴隨住悠揚嘅樂聲入場，步伐齊整，精神奕奕。其後，全體師生喺歐陽孝雄牧師嘅帶領下一同祈禱，祝願每一位運動員都可以全力以赴，平安參與，發揮出自己嘅最佳水準。主耶穌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賜俾我哋有今日呢一個嘅美好嘅日子，有美好嘅天氣。我哋培正中學舉行第55屆田徑運動會，我哋唔單止係高質校務，亦都有老環校務嘅師生，我哋一齊嘅嚟到喺運動場上嚟到去參與競賽。我哋都感謝你願意喺我哋呢連續3日呢一個嘅比賽嘅過程裏邊，我哋應該比賽賜俾我哋有喜樂有平安，嚟到讓我哋喺運動上邊，我哋都嚟到為更加係強身健體，有身心靈嘅健康。我哋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嘅聖名求，阿們。祈禱完畢。澳門培正中學同學會會長羅志豪先生鄭重宣布，本屆校運會正式開幕。我宣布培正中學第55屆田徑運動會現正開始。全場掌聲雷動，現場氣氛充滿住期待同埋熱情。今屆校運會嘅精彩就由呢場莊重且熱烈嘅開幕禮拉開序幕。希望大家喺接下嚟2日嘅賽事中，可以以更好嘅狀態拼搏，亦可以同身邊嘅朋友喺運動場上留下珍貴嘅記憶。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，無論輸贏與否，最珍貴嘅永遠都係身邊人嘅笑容，以及難以抹去嘅回憶。